2024的总统大选，民众党和国民党抑阁敲未平，安尼敢是要先敲立委合作呢？民众党的郭文德讲，这嘛是一个办法。那国民党的侯友宜是要求各大参选人就要把两岸的政策讲好清楚。另外，鸿海旗下富士康即马传出和中国咧插水。当咧争取连署要选总统的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强调，已经辞掉董事会职务啊，无插手管富士康。请我们的柯主席。规身人车喜气，人零人使，以足高票当选。民众党总统参选人郭文铁日出席苗栗竞选总部成立大会，讲苗栗是台湾客家庄上济所在，会当以全球客家中心来努力，做到一庄一制庆，一庄一特色。无当届苗栗县长张东引到场徛台，提起去年选举新得市苗栗县南北合拢成功，展现团结就会当胜选。不过目前南北总统人选敲未麻，拢无进展，是不是承担立委合作，这嘛引起关心。这也是一个办法的，当然这样的，有困难的先 hold 住嘛，可以解决的先解决，这也是一种策略。国民党侯友宜出席挺侯友宜专刊，前副总统萧万长出来相挺，侯友宜承诺当选会检讨退伍制度，兴予军公教警消公道，嘛要求各参选人讲清楚两岸政策，尤其批评民进党赖清德质疑伊引来战争。尤其赖清德公然说支持台独万岁。台独的务实工作者，你不是要引战，你不但我们要备战，最重要不能引战，麦哥底下骗了，你骗了选票。赖清德回访台南铁票村，分别出席立委王定宇、郭国文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，讲国会过半有助完成江南建造，也延续总统蔡英文的路线，提高各方力量。同时，伊反对在野党接受一个中国原则，无法度得到好评。日本的公司拢来台湾投资，什么原因呢？因为台积电半导体产业伫台南投资，台积电按5奈米，咱真用心甲清楚解决用水的问题，解决雅士的问题。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持续伫全台湾争取连署，不过鸿海所属的富士康重点企业传出去互中国税务查税，企业用地现场调查，中国是讲这是依法行政。郭董从4年前就交出经营权，那都没有去开董事会，今年更是把挂名的董事都辞掉。因为司机敏感过办讲，郭台铭已经辞掉富士康董事会职务，嘛无插内部运作，避免互外界记做联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